示威者要求警方放行，俾佢哋去正門。有示威者曾經一度企圖突破警方防線，同試圖搶去警方嘅鐵馬，期間同警方推撞。警方不斷呼籲在場人士冷靜。警員向示威者使用胡椒噴霧，有人打開雨遮啦遮擋，被射中嘅示威者即場要用清水沖洗。示威者要求將紙製嘅坦克車放喺中聯辦正門外，又指警方未有明確答應。期間多個示威者將一架紙坦克拋向警方，之後警方合力推去正門一邊，並要求示威者終止集會離開。請保持壓制。遊行人士喺下晝5點左右去到終點中聯辦喺德輔道西嘅後門，有人將一張狼皮巨型海報鋪喺後門對開嘅地上面，俾遊行人士踩過。民陣之後宣布遊行結束，但部分人唔肯走。警方不斷呼籲遊行人士唔好逗留，大批機動部隊警員架起鐵馬布防，有人向中聯辦掟雜物，有人殺溪。